我短短一生嘅時間，我睇翻都冇停過嘅。既然我唔追求藝術，我就追求金錢。咁但係點知俾棟篤笑搞禍咗我？唔好逼死自己，最緊要唔好逼死自己。好深嘅體會係人生會有重來，樂觀係錯都好過你悲觀係啱。早安，你好。你好，很高興能夠跟你有這樣的一次訪談的機會。然後這個契機呢，就是《夜王》這部片子。我知道《夜王》這個項目的時候呢，我一方面我是非常的驚喜啦，然後另一方面我感覺到還是蠻有挑戰性的，因為現在大家對於夜總會這個題材這個想法已經不一樣，以及現在的女性的處境也不太一樣。那雖然我們講說喜劇它是一個冒犯的藝術啊，但是你在接這樣的一個題材的時候，會不會擔心說可能會帶來一些偏見啊，或者說拍攝的過程當中或者某些地方會冒犯女性？其實我好早嘅時候已經有同導演提過一個問題，我話我哋要好小心，因為拍呢個夜總會題材，你而家仲係講緊我哋為夜總會奮鬥，即係咁呢個係好容易一唔小心呢，俾人覺得係誨淫誨盜。咁但係好明顯，即係如果大家知道我哋其實唔係真係鼓勵大家去做舞小姐，甚至乎呢套戲我哋同之前講嘅任何其他嘅夜總會嘅戲都唔同，就係大部分夜總會嘅戲都係講緊嗰啲女性或者裡面嘅從業員受到好多嘅苦、好多嘅折磨。但係呢套戲主要唔係講呢啲，呢套戲其實係講緊一個行業嘅消失，但係呢件事係一個歷史上發生咗嘅事，而我哋想睇下咁點樣呢？喺裡面嘅從業員當時，或者其實更加想大家睇下就話嚟到今時今日係講緊，我哋都會面對好多好大嘅改變。呢個夜總會嘅式微用咗10多年嘅時間，慢慢一日比一日下坡，到有一日大夜總會冇咗啦。呢個改變都係循序漸進嘅，但係而家未來嘅社會，我哋睇到好多嘅轉變係嚟得更快。大家可能冇乜人為意嘅叫做全自動駕駛，呢種科技已經完全行緊啦。我有親戚已經啱啱話俾我聽，佢幾個月冇揸車啦。面對未來可能好多司機都會冇咗，即係等於夜王裡面個夜總會一樣，係會冇咗。咁我哋面對呢啲轉變嘅時候點呢？呢套戲其實係講一樣咁嘅嘢。其實這個故事講的應該是算是上一代人的困難了。我不知道你平時會不會觀察人間哦？因為到時候我們電影上映的時候，現場一定會有很多觀眾，他們也有自己的人生的困難。就在你看來，就是這個世代他們的困難是什麼？我覺得呢套戲真係唔係講緊以前世道艱難，我哋照行，係唔係講緊以前，直情就係講緊而家同埋將來。我個世界嗰種變動，呢套戲就係想講，其實唔係同過去講，係同將來嘅我哋講，因為將來嘅浪會嚟得比以往快，係一個又一個都會嚟。咁我哋面對嘅困難係會不斷，但係我哋一定都係繼續自己要去揾位去行咯。這個浪它一浪接着一浪，就聽起來好像歷史它就是一個循環啊。我唔知係咪循環，但係一浪接一浪係冇停，呢個係真嘅。係啊，由我睇翻我短短一生嘅時間，我睇翻都冇停過嘅，即係就喺香港呢個咁細嘅地方冇停過嚇。你有國際嘅金融，有本地嘅金融，病都嚟幾次嚇。你有沙士，跟住有 Covid。哇！真係冇停嘅喎，基本上都係咁。但係裡面有啲行業係冇咗，咁我呢次攞其中一個出嚟拍一套戲，提一提大家。咁其實不停都有啲嘢係咁樣發生㗎。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經歷的一些艱難的世道？就係電影，我哋電影界就已經係最感受到啦。我喺我拍1蚊雞嘅時候，又係電影嘅低潮。咁我就喺個低潮裏面都做咗個紀錄，就最低嗰個啦。咁但係其實個低潮本身都好低㗎啦，即係所以又唔係好痛。你都因為成個都係嗰陣時都好低。咁啊，往往一輪到而家又係進入一個嚴冬，我哋成日所講嘅。咁咪又係要
艱難，但係都係要行，盡量去揾路，盡量揾方法咁樣。那在低中之低的時候，怎麼樣去度過呢？冇㗎，即係首先你要接受嗰現實。當時發生咗都唔知個背後含義，背後含義就係20年唔會有人揾你拍戲嘅，就係咁咯。因為你票房毒藥，你係榮升票房毒藥，就係咁。你到2、3年之後，你就話原來食咗呢劑藥咧就會廢咗，1年廢一隻咁樣咯。喺當年咁，但係而家大家都好醒目㗎啦，大家你都睇到未來咁你點樣轉變咧？即係咁樣樣。其實我係好樂於轉變。我當年其實我係俾棟篤笑耽誤咗我啫嘛。如果唔係，我可能會成為全香港最大嘅賣樓嘅經紀。我可能已經轉咗行。人生就係咁，咪你逼到我最盡，我要願意轉行，或者我會成為全香港最大嘅樓面。你是不是那會兒已經有去考那個牌了？我嗰陣時係已經諗住㗎啦，我做埋呢樣嘢我就去做經紀㗎啦嚇。但係我當時都係諗，但係如果我轉行做經紀，我都要做個好勁嘅經紀咁樣嘅。既然我唔追求藝術，我就追求金錢，我就總要極致咁樣咯。當時係咁諗嚇，咁但係點知俾棟篤笑搞禍咗我。地產界就失去了一個明星。現在已經不是票房毒藥，是票房靈藥了。那個感覺有什麼不一樣？沒有，即係而家等於我都要面對嘅。其實喺以前嘅我有咁嘅成績，我都拍住鄭裕玲做鄭九祖啦。而家我有呢套戲拍完，都唔知有冇下一套戲㗎。我都係面對呢個咁嘅環境，咁咪又係咁。當然我而家唔同嘅就係我已經嚟到呢個階段，我都原本諗住退休添㗎啦。咁咪好咁你真係。冇咁啊退休，但係你如果你年輕嘅，我都唔會講真，我都唔會，我都仲會諗下有咩可以創作咧，有咩好玩嘅嘢咧。作為一個在票房上被期望很多嘅人，是不是也會給你帶來壓力？好坦白講，而家咧你已經知道咧下行係必然，你點可以每一次都創新嘅紀錄啫？個火箭嘅引擎都有限㗎，咁但係一步一步嚟咯。但係最緊要對我嚟講，我每一步我都係希望起碼行得啱嘅。票房係冇辦法保證嘅，但係行得啱嘅意思，我覺得嗰套戲係一部好戲嚟嘅，好睇嘅，觀眾會中意嘅。咁原來我選錯咗喎，或者自己做唔到，咁冇得怨人。你對於選錯選對這個事情是沒有太多壓力的嗎？冇啊，人生都係搏㗎咋，都係要搏嘅，冇一定嘅保證嘅嚇。咁但係盡量同自己，我唔急，我唔急嚇。見到好嘅嘢先至做咁樣樣。那普通人呢？比如說你現在看到的年輕人啊，他們在這個困難之中，你覺得大家應該怎麼樣自處？我覺得咧喺而家呢個年代咧，我前2日先同一個年輕人講完啦嚇，即係你可能有樣好得意嘅興趣，你個但係好難為個興趣就咁持續喺好旺嘅市嘅時候可以，但係而家係比較難咧，係應該真係咁樣諗，係揾一份工，然後將你原本呢個你認為好重要嘅，你可以同時做，但係作為一個興趣咁做，係適當地咁樣適應咗先。而唔係有時有啲事情唔係真係一定要兩者只能揀一個嘅，有時係兩個都可以行嘅，但係輕重嘅分別，即係講緊呢啲咁非常時候嘅時候，可能係有適當嘅妥協，但係唔表示你嗰樣嘢係可以冇咗，你可以繼續行，放輕啲，慢慢又可能可以行返重啲。我覺得這個對我非常的受用。因為我感覺我來香港，大家就說你好像在一個香港特別低潮的時候來到香港，但我覺得可能就命運是好像只有一次這樣去走了，所以好像你就跟着命運這樣走就好了。哦，呢個都係㗎。我哋問啲前輩，我前輩諗咗好耐啊嘛，圈中睇下你哋咁有經驗啊，人生就走一步睇一步，因為人生轉變得太快啦，而家嚇。咁但係當然你自己都可以諗咗你中意做咩先嘅，咁啊一路咁樣。我諗翻自己細個都係好
好多時都係0至100，原來唔係嘅喎，0至100中間有90、70、60，即係咁樣嘅分佈嘅係可以嚇。唔好逼死自己最緊要，唔好逼死自己。係0至100中間係有好大嘅餘地嚇。我諗咧人生就係都係其實係應該喺呢個範疇。如果你永遠只能夠喺呢兩個極端咧，咁啊真係嚇笨笨地。你近些年的作品是蠻想給大家希望的，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傾向。我唔知我係咪希望俾大家希望，但係我基本上我諗我唔會拍嗰啲絕望嘅戲啊，因為我哋現實裡面見得太多啦，甚至唔係見感受得太多啦，甚至嗰啲絕望嘅戲我係唔會睇添㗎啦，我已經，因為人生太勁啦，本身太即係你如果睇呢樣嘢，你睇人生啦，你睇報紙，你睇咩啦，真係已經太勁啦，對我嚟講，所以我係唔會做一啲絕望嘅戲，唔需要由我嚟到做，我覺得。我通常會覺得學哲學的人，他願意把很苦的東西撕給大家看，但是你選擇的是積極的東西。唔知因為太早已經覺得係，即係大家要，即係呢啲唔係三言兩語。我覺得絕望係一個應該要攞嚟討論嘅事，唔係一個呈現嘅事。即係如果我好樂意，如果你坐喺度同我傾談絕望，咁我哋可以不停咁傾嚇，因為都係為咗揾一個希望到最後。咁但係如果我純粹喺一個作品裏面呈現絕望咧，好多人以為嗰個就係終局嚟嘅嚇，哪怕係終局都討論下先咯。但係嗰個冇討論嘅空間。我贊成有一句説話：樂觀係錯都好過你悲觀係啱。在之前《毒舌大狀》這部戲裡面嘛，林涼水呢，它其實就代表了普通人對抗資本。那這一次《夜王》裡面好像也是有一點相似啊，就是說也是普通人去對抗資本。你覺得這兩部戲有沒有一些相似點或者是區別？我覺得佢哋一個就係探討一個公義嘅問題，而呢一次係探討更加廣泛嘅改變呢個問題，更加一般市民大眾會感受到。我覺得呢種嘅改變嚇，即係佢可能唔係開夜總會嘅，佢可能係開一間商店仔，一間食肆。即係我哋睇下有幾多，好快又冇咗，好快又冇咗。我自己有一間好中意去嘅，我淨當咗我第二個 office 嘅餐廳冇咗。其實係充滿咗咁樣，我諗喺大眾嘅心目中，夜王係會更加嘅同佢哋息息相關啲添。在歡哥這個人物身上，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他的兩段感情嘛。你是怎樣看待歡哥這個人，他對於 V 姐和咪咪的不同的感情的？ V 姐係永遠喺佢嘅心裏面都佔咗有一個房間，左心房右心房有一間就係 V 姐嚟㗎。咁對佢嚟講，其他嗰啲都係風流事情嚟嘅啫。但係喺我所設定嘅歡哥，佢係風流，但係佢唔會下流，即係佢唔會呃人嗰啲人，佢唔會話俾你聽，我想同你結婚㗎、生仔啊，嚟到呃你啊，或者甚至呃你錢啊，唔係嘅，佢會第一日話俾你聽，你睇下我就係一個冇腳嘅雀仔嚟㗎啦，係嘛？咁你都願埋嚟嘅，咁就另一件事啦。佢同阿咪咪都係咁開始㗎，點知個女仔真係中意咗你，佢都唔想。當時阿 V 姐又離開咗，到而家當佢要做翻決定，佢冇辦法，佢一定係 V 姐㗎啦。當阿咪咪再翻嚟揾佢，由佢行入去，由佢撳鐘開始，阿歡哥係已經鐵了心。雖然個內心係好不忍，但係你一定要鐵了心。如果唔係，只會更加累人累己咯。我想從女性角度問一下，請問男人是否把心裡面的那個人和風流事情分得很開？對阿歡哥嚟講係咁，因為佢係嗰個圈子大嘅人，佢係每日身邊都係充滿咗女人嘅。即係我拍呢套戲係我呢世人都未經歷過嘅，就我每日身邊都有20個靚女、30個靚女嘅。然後你仲要係歡哥，你就係裡面嘅老闆，一定每日都有人
有意無意都好，都會想接近你。你點樣去自處？即係我諗裡面都有一段嘢，直情係講到明，佢兩個鬧交，佢同阿 V 姐，V 姐你又夠有男朋友啦，個你冇咩你又有嘅，即係相對地係比係的而且確可能係比一般唔係呢一行嘅人係睇得輕咗少少，但係嗰個只不過係講緊輕少少，唔係真係輕喎，因為到最後其實佢係可以為一個女人放棄一切嘅人嚟，佢咁窮都係因為俾晒啲女人啫嘛，啲錢係。你在身邊都是20-30個女孩子的時候，你的感覺是什麼？我好欣賞，我好覺得佢哋好有紀律，因為其實好唔容易。譬如我哋一朝早7點拍，其實佢哋有啲人要3點鐘就翻嚟化妝。我聽講有一啲甚至唔係喺香港住嘅，要凌晨就搭車嚟啊咁樣樣。咁佢嚟到都好攰，我見到有時拍要等嘅時候，有啲淨要趴埋一邊，趴到不似人形咁樣瞓到嚟到休息，都係一拍就投入。我係好多謝，其實我好感激大家嗰種嘅專業，其實大家都好專業。講真，亦都衫又唔係好多啊，有時凍起上嚟都凍喎，佢都係咁樣，我就死咗㗎啦！真係要係咁着咁少衫，又要真係咁樣。我看完《夜王》之後，當時寫了一個評論，就是一句子華身材很好。我前幾天看訪談呢，Sammy 的形容就是說讓人眼前一亮。你是怎麼看待就是說不同的年齡階段啊，然後大家對你的這個外形的評價？我自己咧係放棄咗㗎啦。我又唔介意任何人嘅評價，只不過係做嗰場戲，你真係要肉白相見。我唔想大家見到一個你不嬲以為好瘦嘅黃子華，非有個大肚腩。因為我就係睇過一個戲，我以前睇過個演員啊嚇，一路佢個樣係好清渠嘅，好清秀嘅。場戲就講佢瞓喺張床，哇，一嚿嚿肥肉咧，佢係打破咗我對佢嘅。又唔係話靚唔靚仔啊，唔係嗰啲啊，係成個人設唔同咗啊，咁唔好啦，即係大家，我覺得俾翻一個即係唔好醜樣嘅俾大家睇就得㗎啦。我呢個係我嘅唯一係啦，不過都唔容易嘅，要好小心食嘢先得。30歲嘅時候，有人說你有型啊，或者是靚仔，有沒有？冇㗎，冇呢啲形容詞，素來都唔係喺我身上出現嘅嘢嚟嘅。你的好朋友吳鎮宇說你是林老髮為啊嘛？那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其實啊，你是會選年少得志還是林老髮為？我諗真係好深嘅體會係人生沒有重來，你而家就係咁就係咁啊，冇得如果我沒有東西可以投訴。這個已經是人生很好的獎賞了，是嗎？我諗係絕對可以唔係咁啦嚇，絕對可以。當然你可以諗，其實人生真係可能最重要唔係發生咗啲咩嘅，係你點樣去感受嘅啫嗰樣嘢嚇。佢好坦白講，而家即係我都知啦，好多人咁啲朋友話：哇，你犀利犀利！其實對我嚟講，我又唔係有好大感覺。咁大家認為我個30年好差，其實又真係唔係咁差。我都覺得自己係人上人㗎啦，不嬲都係。會不會就是你攢了很多年的力量，然後到現在它形成了一個迴響？講真咧，有時我睇翻我後生個樣咧，都係真係好難紅嘅，又真係嗰陣時又好 raw 啊，自己唔知點解可以好 raw 都夠膽死嘅。那你應該說的是30歲以前的樣子吧？我覺得30歲以後你的那個型就已經非常好了。但係我又唔知，我調翻轉頭，譬如我睇翻我前2日想攞啲靈感睇下1蚊雞保鏢呢啲戲，我而家我寫唔翻㗎喎，我會嗰種嘅 energy 我又寫唔翻，所以真係有得有失啦。即係我係乜嘢嘅時候，咩人會紅咩嘅時候都係好似。嗰種 timing 都係好奇妙嘅。我覺得你拍電視劇嘅那幾年也蠻好的。係啊，係啊。我係有時睇翻嗰啲都幾得意，又係咦而家唔知做唔做得翻咧咁樣樣。那現在在電影上面，你是不是已經舒展完了你所有的抱負？冇，我而家
其實係睇下大家仲可以俾啲咩機會，有啲咩角色可以俾我去做咁樣嚇。咁我又盡量去爭取一啲，即係對我嚟講最緊要嗰套戲本身好睇先咯。咁然後我有幸去參與咁咪好咯。我又唔會俾好大壓力自己，我又唔覺得我做盡咗我想要做嘅嘢。那其實你會寫劇本的呀？都有諗下㗎，有時嚇都有諗下㗎。還只是在想嘅階段，沒有動筆。有時會動咗筆又停咗，亦都有嚇。有幾個故事動咗筆又停，真係一個唔容易嘅事咯。那你還有哪一些待完成的理想？我諗其實都係嘅，即係如果你今日問我啦，可能我聽日我又炒咗佢。你今日問我，我都覺得如果再能夠自己再拍一套戲都係有趣嘅。但係我有啲朋友同我告誡，我好熟嘅朋友，佢話：阿子華，其實你真係中意嘅嘢，你好偏鋒啊，你最好都係唔好啊。咁我都係喎，可能都係咁，所以睇下聽日又點樣咯。我讀到一種說法，就是說，人到了一定的階段，他往回頭看的時候，自己的人生軌跡，他其實只有一條命定的道路，就是命運確定的給你確定的一條道路。在你當下的這個人生階段，你覺得確實是這樣的嗎？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定義嘅方法嚟嘅啫喎。咁你一個人一世人，譬如佢一世人做咗淨係做電影，咁好似係得一條路咯。如果一個人一世人做咗72行，但係佢要做72行都係一條路嚟嘅啫嘛。咁所以你喺呢種咁嘅講法係成立嘅。咁但係如果你問嗰個心裡面嘅感受，我係咪即係行過一條路呢？可以咁講係。有時你係想像唔到人生嗰個狹窄㗎嚇。哪怕你諗嘅嘢諗到好偉大，哪怕我而家每日都係每一次諗下，哇！量子力學都覺得哇好神奇啊咁樣。但係自己嘅生活裡面，其實我諗緊，就算你係國家領導人又好，你係星球領導人又好，你可以做好宏大嘅嘢，但係嗰條路亦都係只係一條路咯。所以好好地行好呢條路都唔容易。這個電影有一個很特別的可貴之處，就是說它拍出了一種人情味嘛，就你剛剛講的義氣啊，就是在香港這個你生長跟生活的地方，你會遇到一些比較有人情味的事情嗎？哦，有嘅，有嘅。我覺得由自己開始，有時調翻轉頭人情味呢樣嘢，你自己開始就會有。如果你要計佢有冇人情味，我先有人情味呢，咁有時冇。但係我相信有，我希望仲有。特別呢一種有些少合意嘅態度，我希望喺呢個城市可以繼續有。雖然我間唔中已經開始睇到有時話啊，有啲人喺譬如喺地鐵啊俾人蝦啊，側邊啲人係唔幫手啊，我就覺得真係我哋要做啲嘢，我哋即係文藝界要將嗰種合氣出翻嚟嚇，即係一個社會。我覺得如果呢啲係最基本嘅，就係你眼前個弱者你都唔幫咧，就等於即係以前我孟子講嚇，細路仔跌落井，你會天性你就會埋去捉翻佢上嚟。咁如果呢啲咁樣嘅嘢都冇埋，係唔得嘅，我覺得。你有沒有碰到過一些就是像歡哥一樣，在利益和感情面前選擇了感情？有，完全呢個嗱，我唔講啦係邊個，就係一個夜總會嘅老闆。當時佢同我講，佢話嗰個夜總會執笠啦嚇，咁佢幾兄弟，呢幾兄弟都係全香港都認識嘅人。咁佢哋幾兄弟去 run 一個好大嘅集團，咁啊式微啦。咁但係每日都要仲要俾好多錢。咁你作為其中一兄弟，佢話我哋每日開會就係點咧？咁每日都出嚟問我愛兄弟定愛黃金？我都係要兄弟。每日又將自己屋企嗰個 account 又攞一筆出嚟，第二日翻去又面對愛兄弟定愛黃金，又攞出嚟，攞到收尾啲阿嫂開始喂唔好攞，都繼續攞，係直到最後嘅，係真係嗰種義氣係有咁嘅人。
人當然你話今日多定以前多我都唔知啦嚇。去到真係自己都唔掂咁去幫人嘅人，當然係少嘅，即係我都相信。但係你能夠願意幫人而好肯去幫，香港亦都唔少。譬如我哋最近嘅火災，大家都見到好多人都係出嚟好幫手，大家都好緊張。香港都仲係一個咁嘅社會。火災這件事情是不是給你帶來了比較大的一些感觸呢？最大嘅感覺就係香港人仍然係遇到咁嘅大嘅事情嘅時候，大家都係好緊張，好願意付出嘅咯，係一件值得記住嘅事。即係某程度，我哋有時我哋香港咧，而家自己有時自己踩得自己過低嘅，我覺得有時我哋就呢件事都已經係一件好值得提翻。喺嗰件事發生，當然有好多好悲哀啦。但係呢件事裏面，我哋睇翻香港人係願意喺呢啲時候企出嚟付出嘅，仍然係咁嘅。最後一個問題啊，它是我這兩天在網上有看到一個你的影迷朋友，他發了一個2011年你給大家留的言啊。我今年的願望是抬頭看多些月亮，仰臉迎多一些微風。也祝大家今年身體健康，一邊工作一邊追風逐月。然後我就覺得你的這段留言非常的浪漫。這一下子就過去了15年啊！我想問你，這15年你有真的抬頭看多些月亮，跟吹多一些微風嗎？真係看少了，吹少了，係啊！因為有呢個咁樣呢啲咁嘅電話睇住咧，真係嘥我哋唔少時間。真係今年應該再將呢個再寫一次翻出嚟，係。我諗我當年寫呢個都，我唔記得點解寫，但係如果你問我，我諗我當年寫呢個都係有些少嗰種意味，嚇，即係我哋太受呢一啲嘢，當年可能冇咁嚴重啦，或者眼前一啲嘢咯。其實我諗如果我要寫劇本啊，都係無非想啱啱你所提出呢樣咁嘅題目，就係其實我哋喺個世界比我哋想象中大。但係我哋感覺好狹窄，但係其實個世界係好大。那麼距離這段留言過去了15年嘛，現在是2026年。你今年的願望是什麼？而家反而冇咁浪漫喎。而家就係好好地，即係其實好簡單，中意做就做咯。所以啲好少嘅事啊，學一啲中意學嘅嘢咯，少少嘅事情咁樣。現在是想祝大家什麼？都係啊，追風逐月係好好嘅嘢嚟，永遠都係咁。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浪漫下去。係啊，謝謝子華。係，多謝多謝。